第22章，诸位父兄，请听，我现在对恁分诉。众人听伊讲的是希伯来话，就搁较安静。保罗讲，我原是犹太人，出世伫基利家的大数，长大伫这个城，伫加玛列的门下。照着阮的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服侍上帝，亲像恁众人今仔日一样。我也捌分别，奉这个道的人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，拢数掠落干。这是大祭司甲众长老通甲我做见证的。我阁领了因寄互兄弟的书信，去大马色，要将伫遐奉这个道的人所掠，直到耶路撒冷受刑。我得要到大马色，拄行的时阵，约伫中道，忽然对天顶发大光，四面照我就跋倒伫地呢。听见有声音对我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困逼我？”我应讲：“主啊，你是一罪。”伊讲：“我就是你所困逼的拿撒勒人耶稣。”甲我同行的人看见迄个光，却无听明迄位对我讲话的声音。我讲：“主啊，我着做什么？”主讲：“起来，入大马色去，伫遐要将所派你做一切的事甲你讲。”我因为迄个光的荣耀未会看见，同行的人就牵我的手入大马色。迄位有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，照着律法是虔诚人，是一切踮伫遐的犹太人所学落的。伊来看我，徛伫边仔，对我讲：“兄弟扫罗，你通看见。”我当时顶面一个看，就看见伊。伊阁讲：“阮祖宗的上帝经选了你，互你明白伊的旨意，阁得着看见迄个义者，听伊喙中所出的声音，因为你要将所看见、所听见，对万人为伊做见证。现在你为什么言前呢？起来，求救伊的名受洗礼，洗去你一切的罪。”后来我倒转到耶路撒冷，伫殿内祈祷的时阵，魂游上外，看见主向我讲：“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，毋通言前，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位的人的确毋领受。”我就讲：“主啊，因知影我从前将信你的人关伫监内，搁伫逐个会堂内鞭拍，并且你的见证人司提反受害流血的时阵，我也徛伫边仔欢喜，搁看守害死伊的人的衫。”主向我讲：“你去吧，我要差遣你去远远去外邦人迄位。”众人听伊讲到即句，就大声讲：“这款的人对世上拄去伊吧，伊是毋应该活的。”众人哗哗嚷，搬因的衫，将尘土向空中压起来。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入营牢，叫人用鞭拷问伊，爱知影因向伊这款哗哗嚷是为什么缘故。拄用皮条捆上，保罗对边仔徛伫的百夫长讲：“人是罗马人，
阁无定罪，恁就编排有这个例吗？毕府长听见这个话，就去见千府长，甲伊讲：你要做什么？这个人是罗马人。千府长就来问保罗讲：你甲我讲，你是罗马人吗？保罗讲：是。千府长讲：我用真侪银才入罗马的民籍。保罗讲：我出世就是。对安尼，遐个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伊去了。千府长既然知伊是罗马人，阁因为捆绑伊也惊吓。第二日，千府长要知影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，就偷开吩咐祭司长甲全公会的人拢聚集，将保罗带落来，叫伊徛伫因面前。